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如果您来到了新竹宝山，千万不要忘记要来吃馒头，指的呢不是一般的馒头，而是这一家爆浆馒头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个爆浆馒头是网购的热点，有很多的观光客特地上门购买。光呢是这个馒头啊，一天可以卖出2000多颗，大受欢迎。因为客家女婿童宝章不但是结合了客家庄的黑糖，同时呢还配合了时节，像是融入了客家桂竹笋，还有梅干扣肉等等的食材，变成道道地地的客家包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就要带您来品尝有客家味的爆浆馒头。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馒头一出炉，就有人捧场。一包杂粮乳酪。一包巧克力的馒头大受欢迎，很多民众一袋袋的买，因为这家馒头店特色十足，尤其是黑糖馒头，一剥开会爆浆，香甜多汁，甜而不腻。我常买，我一次都买1000块以上，口感很 Q， 很好，又很扎实啊。小朋友也吃得津津有味，就算细雨绵绵，观光客还是不断上门。位在宝山的这一家馒头店名号很响亮，就是因为老板有创意，把黑糖融进馒头里。除了揉制黑糖面皮之外，其他完全纯手工。客家女婿童宝章获得多元就业开发方案辅导，开始他的馒头人生。强调用料实在，所以黑糖塞得满满的。虽然成本比一般砂糖高出2倍多，但口感跟营养全部升级。我们希望打造宝山就是黑糖的故乡，因为宝山糖厂从日据时代就有，我们把在地的食材融入在我们的产品，它会特别的香，特别的纯。杂粮乳酪也是店内招牌，5种坚果、真材实料，坚持不用杂粮粉，再配上营养价值高的乳酪，口感满分。特别的是，它还配合季节做出客家竹笋包跟梅干扣肉包，让大家也能吃得到客家味。竹笋产季的时候，我们会制作这个竹笋包。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能够跟客家的食材作为一个结合，让大家除了在品尝这个我们的馒头之外，也可以了解到客家的一些食材、客家的一些文化。丰富的口感、香 Q 的面皮，童宝章结合了客家在地文化，让他的馒头业绩蒸蒸日上。金亮亮的黑糖一涌出，寻常馒头有了惊艳口感。客家女婿用心，饱满杂粮、梅干扣肉，在地食材新尝试，蒸出宝山招牌，蒸煮一颗颗感动时刻。